康康，康康知啦吼，请问康康到边头？见仁见智，伊嘛是做人的，伊嘛真个粉丝啊那互我唔想要讲康康，我来讲康康的故事。康康有一间伊去上即个电视节目，就是迄个去上迄个蹦恰恰甲许孝顺的节目啦。那伊上节目的时阵伊就甲即两个主持人讲，伊讲我今日你会当进入即个演艺圈我会足感谢林金龙老师啊。蹦恰恰甲许孝顺